来设计。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从疑惑中的学习。在网页中，使用者如何透过 TripleW 的浏览器将资料传递给网页的伺服器，达到互动的目的。例如，有的时候连上网站可以填写一些表单，这些表单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表单呢，它就是使用者与网页的伺服器互动的一个管道。表单的制作呢，事实上它可以透过 HTML 来达成。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互动呢，事实上是跟网页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功能哦。我们在以前提到说，我们可以利用超连结的方式来做互动，但是这个互动的话呢，它仅止于我们要点选哪里，想要去哪里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今天想要传递一些资料回去给网页伺服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表单来进行。所以究竟这个 HTML 如何可以来做出表单呢？好，我们就接下来看看吧。好，那我们首先呢，就从一个这个例子来解说一下 HTML 的表单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透过电脑的画面来为大家做解说。好，现在呢，我们从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内容呢，它就是一个表单。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可以填写资料，例如说有姓名栏，所以我们可以在姓名栏里面打上你的名字。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名字打上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那在第二个栏位会有个性别栏，这个性别栏可以选择是男生或是女生选择好之后呢，下方有两个按钮，分别是完成以及清除那这两个按钮是可以告诉电脑说，我们现在已经完成这个表单的时候呢，我们就按下完成了。那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小心打错了字，那想要整篇的这个表单内容全部重打，那我们就可以按下清除所以说从这个界面里面，我们可以这个很简单的看到，我们表单是透过一个类似填表格的形式来让我们达到跟电脑做这个互动的一个目的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刚刚的那个表单我们呈现在网页上面的结果是那个样子，可是它的 HTML 的格式到底是怎么把它写出来的？那在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刚刚的表单对应到了实际的 HTML 的语法的内容。那在这个内容，我们首先看到就是在第5行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标签，就是 font 的标签，还有第7行我们有 input 的标签这两个标签呢是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用到的特殊的标签我们有的 font 就代表说这是一个表单的一个这个网页，那有 input 代表说要使用者输入资料那这个输入的资料的内容呢，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个姓名那它后面接着就是要输入的文字形式的资料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在下一页的内容呢，陆陆续续我们就看到性别的内容它是透过一个 radio 这种格式的这个输入标签，那可以选择男或是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选项。那在后面也是一个 input 标签，这是完成跟清除的标签。所以呢，透过这些标签，我们就可以这个让使用者在这个表单上面填写资料。那当你填写完成之后，按下完成然后这时候我们的伺服器端就会收到使用者所填写的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的这个处理的我们伺服器端使用的这个工具不同而有不同。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会介绍使用 PHP 的这个程式来处理我们这些表单的内容。那看了刚刚的例子之后呢，我们要对这个表单来做一个标签，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以下的我们就来看看标签的这个部分。第一个呢，我们就是看到这个 font 标签这个 font 标签是构成网页的表单主体的标签它用 font 跟斜线 font 做开头跟结束，其他相关的标签都必须包含在这个标签里面。所以 font 的标签它主要有2个属性，第一个属性是 action 的属性，
这个属性是设定当使用者将表单填妥按下完成，或是我们提交就是 submit 这个按钮之后呢，我们在网页伺服器接收表单进行处理的后续的 CGI 程式的位置那 Action 的这个属性呢，在我们刚刚那个例子呢，我们是指定一个叫 process.php 的这个程式来作为表单处理的程式。那第二个是叫做 method， 就是选择我们表单资料的一个传送的方法。这个方法有 get 跟 post 这两种。好，那 HTML 的标签中虽然没有规定我们的属性一定要用双引号把它刮起来，但是呢，建议在习惯上我们还是要养成这个习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比较能够清楚的看出我们里面所用到一些字串跟特殊的字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input 的标签。input 的标签是用来输入资料。那可以用来跟网页中设定栏位，来让使用者将我们栏位所需的资料把它输入进去。主要属性有 name，name 代表输入资料栏位的名称。那 type 的话呢，是依这个属性的这个是代表资料输入的这个形式。value 则代表这个栏位的值依 type 属性的不同，附带的其他的这个属性也会不一样。我们以下来说明一下各种形式的一个状况。那第一种形式的话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输入文字框的一个形式。文字框的形式是指说我们现在输入的就是一个一般的这个文字的类型 ，type 就是属于 text。那它的 size 呢，我们可以去指定它。那 name 就是刚刚所提的栏位名称size 属性它是代表这个文字框的长度那这个另外还有 maxima length跟 value 这其他的这个属性去可以设定那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密码栏的这个的种类。那密码栏它的 type 是叫 password 例如说我们 input type 等于 password 然后这个 size 等于8。那 name 等于 password， 这代表说我们这个栏位是让使用者输入密码。这个栏位它的特性是，当我们把文字打进去的时候呢，画面上并不会呈现这些文字的真实内容，它会用星号或是其他圆点的符号来去代替它，这样有这个保护密码、避免被看到的一个效用。第三个是单旋钮，单旋钮的 type 是 radio， 我们可以使用 input type 等于 radio。然后后面也是栏位名称跟它的值那通常这个 type 等于 radio 的这个值的这个标签呢，它必须要有很多个它代表说可以多选一所以说，例如说我们下一个我们可以是再设成这个 type 等于这个它的 value 等于女，所以我们代表说这时候是男女要2选1那第四个是称为和许方块。和许方块的话呢，是代表是可以这个复选所以它的用法是 input type 等于 checkbox。那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呢，我们这个用这个三个选项，就是说你是不是喜欢香蕉这个水果，所以我们第一个选项就是香蕉。那再来第二个选项我们说你是不是喜欢凤梨，再来第三个选项是你是不是喜欢芒果这些选项呢，我们当在画面上呈现出来的时候呢，它是可以被多选的这是属于 checkbox。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和许方块它的这个执行起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现在从电脑的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呈现您喜欢吃的这个水果是什么？那我们就看到有香蕉、凤梨跟芒果这3个选项。那我们可以对它点一下看看效果，按下去之后呢，就发现它打了一个勾。那凤梨这边也可以按一下，它同样也会打勾，芒果再按也可以打勾。那已经打勾了再重新按一次，它就会被取消掉那如果按下这个我们这个重设的这个按钮，它就通常会被清除掉所以这就是属于这个多选的一个状况。好，那了解了这个和许方块它就是复选的一个功能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提交按钮。提交按钮的话呢，使用的语法是 type 等于 submit。例如说这个 input type 等于 submit然后这个 value 等于完成所以说这个按钮代表说我们按下去之后就会送出表单并且启动 Action 所指定的那个 CGI 程式
那送到后端的伺服器去帮我们做资料的一个处理啊。那第6个按钮，这个种类是重置按钮啊，它的 type 是 reset。reset 按钮是代表说我们按下去之后呢，就会清除掉我们刚刚所输入的各个资讯。我们在刚刚的示范里面也有展示给大家看，就是按下去之后呢，它的这个输入的内容就回复到原先这个没有输入任何资料这个初始的状态了。好，那在介绍过刚刚的一些基本标签之后呢，我们也还有其他的这个变化标签。好，刚刚的是输入标签，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称为这个select标签。select标签它是可以用来产生这个下拉式选单来输入资料的一种方法啊。它的这个语法如下啊，我们可以用 select， 然后一样，它这个 name 是指定栏位的名称啊，然后后面的 option 是你这个选单里面所拥有的选项，像这是香蕉的选项，那我们后续还可以有这个凤梨的选项啊，用法都一样。那注意到这个我们这个选项里面呢，可以有很多个，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看到芒果这样加进去，就总共就3个选项的。这个select标签的话呢，它的这个属性它的这个特质跟刚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在 input 标签里面的这个用圆圈圈来选，或是用方框的合取方块，都非常的这个类似跟接近啊。那这个呈现出来的画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以下这个电脑的示范啊。在这个画面上的示范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我们现在这个当size 这个选项为1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下拉选单按下去，好，可以看到3个内容。可是这个当我们没有按下去的状态的时候呢，它只有1行，所以同时只能看到1项资料啊。这是我们使用这个 size 等于1的情况。那在某些应用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会希望把这个 size 会变成2或是更多。好，我们现在可以来看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 size 变成2了，size 变成2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画面上就可以看到，这时候的选项就可以同时看到2个。那画面上可以用这个上下2个箭头来去移动它啊，所以这2种形式都是呈现这个不同的这个网页表单风貌的一种方法。那select标签呢，它可以应用于多选的情况之下。我们在这个select中，如果再加上一个 multiple 的这样一个关键字啊，例如说我们在 select， 然后后面加 multiple， 然后后面再 name 等于 like， 那后面其他的 option 的选项用一样的这个方式来书写，这样就可以达到可以多选的目的。那要进行多选很简单，只要在这个点选的时候呢，同时按下键盘的 Ctrl 就可以来达成。我们来看看实际操作的状况。例如说现在是凤梨这个选项它是选择的，如果我们还要再按下香蕉的选项，就把 Ctrl 键压住，然后再按下香蕉，这时候你可以发现2个的这个选项通通都反白了，这时候代表这2个选项同时已经都被选上了。好，在了解了这个使用select标签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请各位同学这个认识的是 text area 的标签。text area 标签跟前面所介绍 input 标签里面的 text 的种类有一点点不同它是用来产生文字区块实际是应用于需输入大量的文字资料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text 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text 是1行它只能输入1行的这个定量文字。那在这个我们的 text area 标签，它是可以输入比较多的文字那 text area 标签呢，它的用途通常用在于讨论区留言板中的内容输入，因为我们在讨论区或是留言板的时候呢，我们会需要输入比较多的文字它可能是一小段文章或者是说好几句话，这时候都不是使用 text 1行可以解决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text area 的语法这个 text area 语法的话呢，我们就是开头 text area， 后面栏位的名称，那再来是可以指定它的 rows 跟 column。这个 row 代表说我们的行数， column
代表说我们的宽度可以容纳的这个字数啊。那 row 有时候我们也把它称为是列啊，就是横向称为列。那例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画面上所看到的这个内容啊，然后在此输入内容啊，这个是一个提示的这个的 value， 也就是说我们预设值的内容啊。所以目前的这个语法呢，我们将来呈现在网页上的话，就会有3列的一个高度，那会有20个字元的宽度，那中间的预设字元啊，就是会是在此输入内容。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电脑的画面，在这个画面里面呢，我们现在呈现的是，请您写下你的高见，就是让这个使用者这个看到你的网页之后，让他回馈讯息的一种用法。那我们就使用 text area 这个标签来达成。好，那在此输入内容，这是预设的 value 值。好，那进行到这边呢，我们已经对于表单上面呢，常用的这个标签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表单的内容，当然我们为了要使它看起来漂亮美观，我们必须再搭配其他的 HTML 的标签语法来配合，例如说加上一些背景图案啊，或者是说放一些这个小图示啊，来美化它。那重点是我们在栏位的设计方面呢，要能够清楚的去表达想要让使用者填入的这个资料的这个内容，以及有足够清楚的说明文字。那有了表单的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使用者在输入表单的时候呢，常常会不小心输入错误啊，或者说忘了输入资料。那这些错误填写的表单后续送到这个后端的这个网页伺服器来处理的时候呢，那它就很容易就会产生错误，因为不正确的这个输入资料，当然会导致不正确的处理结果，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个这个需求，就是最好能够对表单输入的这个资料呢做一个验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表单资料验证的一些方法。这个表单的这个内容呢，一旦出到网页伺服器之后呢，它就开始做后续处理啊。所以说我们可以使用在这个出到浏览器端呢，就利用一些这个 JavaScript 这种语言呢进行前端的这个检查。那这样一个检查的方式，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就是利用 JavaScript 的一个表单检查啊。好，那这个运作的方法是我们可以用来做这个表单，看看它内容是不是有错啊。那这样的一个作用称为前端检查。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叫做后端的一个资料检查方法。那我们现在先针对这个前端检查法来做一些它的优点的说明。这样的优点的话，第一项是我们可以协助使用者快速的找出错误，因为在输入资料的时候呢，使用者难免会因为打错字啊，或者是说这个忘了输入资料，导致栏位空白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经由表单的栏位检查，可以帮使用者找到这个错误，这样就可以避免送出错误的表单资料，减少使用者不必要的等候。那第二个优点是可以降低我们网页伺服器它的负担，因为一个错误的表单送到后端的伺服器在处理的时候呢，它处理的它还是要花一段时间去处理，但是回应的结果一定是告诉使用者，您输入的资料错误的，所以这时候等于是我们的网页伺服器它浪费了一些不必要的时间来做这些工作。那我们如果在前端做好检查，就可以避免掉这个困扰。第三个是减少不必要的网络传输因为我们减少了错误表单的传送，所以当然这些表单就不会被传送到伺服器端，那中间的网络流量当然也就都省下来了。好，那第四个好处是我们可以利用表单验证来强化网站的资讯安全。在这个资讯安全的领域里面呢，会有一些骇客利用网页表单输入异常的资料，例如说大量的这个资料，或者说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语法，来让我们的这个后端的伺服器在处理它的时候呢，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错误，而导致意外的结果。那它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个这个状况来入侵后端的这个网页资料库或网页伺服器里面的这个内容。例如说，在这个2年前
两年多前造成极大影响的这个所谓的 SQL injection 的问题，它就是利用这个表单验证这种这个缺乏验证的原理然后在表单上面输入一些错误的资料，然后来入侵网站的这个资料库，来非法取得资料那利用我们这个表单的这个前置验证检查呢，可以基本上就是滤掉这一类的一个问题但是虽然话虽如此但是这个浏览器端的一个表单验证它比较这个高端的骇客，它还是可以透过修改前端网页程式的一个方法来规避。因此呢，我们如果要严格的做好这个防范 SQL injection 的问题的时候呢，还是要动用到所谓的伺服器端的资料验证，才能够真正的杜绝这一类的骇客攻击。那在我们这边所提出的一个建议是，这个除了使用前端的表单验证之外呢，同时也做后端的表单验证，因为前端的表单验证有它的这个作用在，那后端的表单验证也有它的作用在，两者相辅相成，那才可以达到比较这个良好的一个表单验证的一个机制。好，那我们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做表单验证的时候呢，我们会需要去怎么样的这个处理它的检查的主要项目到底是哪些第一个我们会检查栏位是否已经填写的资料在这个大部分的网站里面呢，我们都会提到说，这个比如说像一个会员登网站，我们会让它输入账号、输入密码。当然，如果账号的密码是空的，那这个资料可能是没有填写那第二个状况是，我们去检查这个栏位所填的这个资料是否符合应有的这个格式跟值域例如说一个年龄栏的这个填写，它就应该填于这个大约是小于100的这样的数值没有人他可能会超过500岁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检查也是一个必要的。那第三个是可以避免无心的错误，像是学号、身份证字号，事实上这个证号都有所谓的检查码的公式，因此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套用到表单验证里面来去做检查，这样可以预防使用者他自己不小心这个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字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帮他把它检查出来。好，那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呢，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表单验证的实际的一个范例。以下这个范例呢，我们将说明它的一些实作的概念，因为在我们这个课程中我们的这个内容也相当的这个紧凑，所以并没有办法针对表单验证这个主题做非常详细的这个讲解，所以我们大概是以举例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表单验证的一个概念跟感觉。那在这个以下要举的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它主要的作用呢，会这个检查密码栏是否有填写的这样一个功能。好，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画面上呢，已经这个出现了我们这个范例的一个内容。在这个范例内容里面呢，我们看到它开头是一个叫 script language 等于 JavaScript。这个 JavaScript 的意思代表说，我们这段它是一个程式，那这个程式叫做 JavaScript 的程式。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三行有一个叫 checkbox 的一个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它的作用就是用来检查我们的表单里面的这个内容。那它到底什么时候会被呼叫到，我们会在后面看到。我们先来看这个 checkbox 它写的这个内容的意思。好，我们去检查这个叫做一个 PASS 的栏位它的 value， 也就是它的值，如果它等于空字串，那我们就利用 alert 这个函数然后跳出一个讯息叫做密码栏位填写那并且就回到这个画面，让使用者可以自己去填资料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用 JavaScript 来做检查。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画面。在这个下一个画面，我们就看到是这个很眼熟，它就是一个 HTML 的画面。在这个画面里面有 form， 然后这是表单，对不对？那这个 form 里面我们看到 F 的后面很特别，有一个叫 onSubmit， 然后会称一个叫做这个 checkbox 的一个这个函数。那这个函数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有介绍到，所以就是指说 onSubmit 就是按下了这个完成
提交的这个按钮之后呢，它会去呼叫这个函数，然后这个函数去检查就是我们密码这个栏位。所以我们不妨可以看到密码这个栏位呢，我们看到它后面的这个 name 就等于 PASS， 是不是已经对应到我们刚刚 checkform 里面这个函数里面所检查的这个 PASS 的 value 等于空字串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函数的这个检查呢，我们在 HTA 的表单加以配合，就能够达到检查的一个功能。好，那了解了这个语法的这个解说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电脑操作的状况。现在画面上看到就是我们刚刚的那段 HTML 搭配的这个 JavaScript 语法所呈现出来的结果。那在这个画面里面呢，我们现在先考虑什么内容都不要输入进去，然后按下登录来试试看。好，当我们按下登录这个按钮之后呢，事实上这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一个视窗出来，这个视窗它就是提醒你这个密码未填写，密码栏未填写这样一个资讯所以这个视窗它跳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程式里面呢做一个 checkform 的一个检查，当按下这个登录这个提交钮的时候呢，我们就检查到这个状况，就是密码栏没有输入，因此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提示。按下确定之后，我们就发觉画面就回到我们刚刚密码栏的这个地方，让它去重新填写。好，那看了这个示范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表单的这个验证的概念跟它实际执行的状况已经了解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大概包含这些项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观念的整理跟复习。那在这个讲师的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们也是把它分成3个要项来跟大家做介绍。刚刚介绍的这个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透过一个表单实例的一个开场，来让大家知道我们一个网页里面呢，它的表单的呈现的方式，以及它对应到的 HTML 的内容。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在第2个步骤跟大家讲解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标签的解说，例如说这个 font 的标签、input 的标签，还有这个 select 标签以及 text area 等等这些标签的内容。那标签的这个内容呈现出来的这个表单输入，我们可以利用 JavaScript 来做一个表单资料的检查跟验证好，那这样的一个整个内容过程呢，我们希望说同学在回去之后能够自己利用电脑来加以实作练习看看，这样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学习效果。好，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同学，再见。